中到这上尾啊遮，其实足无好读的啦。为虾米？因为到遮吼，已经要做一个上悬，就是要做一个总结啦，一个总整理。啊，圣灵内底位哦，伊用迄种，伊用伊个文章啊，迄个文意载道，啊，有可能咱较无学，或者是讲咱即马的比用记啊，所以也爱半信半欢，啊，即个信欢拢爱惊，所以无对即个圣灵的经典，无迄个去充足的时间吼，好咱来家研究。啊，所以尤其若看到即个中庸即本册到尾啊，遮伊其实吼难度是较悬的。当然，伊个上难的其实是互我遮，互我要甲咱分享哦，31章甲32章，31甲32，因为这已经是圣灵甲中庸之道讲到上，咱讲的哦上顶尖啊，就是达到上悬的一个境界啊。啊，所以这种境界吼，是要讲来互咱学习的，啊，伊难度非常的悬。啊，毋过咱爱会去做功老师甲咱练的，伊讲咱今仔日第研期咧书办的，就是爱做甲讲单班。我今天讲甲这比较清楚的吼，就是两字人，啊，毋过对迄年吼功夫嘛共款爱做会出来。我时常拢会记起咱的天地师尊吼，在咱的离合线等门讲一句话，三者吼的大师，向会晓办。吼，佮着迄句话吼，真正是足经典的啦。会晓嘛爱办，不会也得办啊。所以咱讲难其实无比不会佫较难。那以难甲不会来比较，其实不会是较惨的咧，较严重的咧。毋过咱的师傅甲咱讲吼，袂晓你嘛爱做，为虾米咱会安尼？这叫做真正的爱啦，这嘛叫做真正的中庸之道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咧听经典，或者是讲咱咧伫班咧听道理的时阵，尤其对经典来讲，咱已经吼用一个负能量伫咱的头壳内底。咱即马毋是拢流言正能量吗？可是有时阵咱会安尼讲嘛吼，讲师嘛会安尼甲咱分享啊。有时阵咱家己毋对啊，咱并毋知影哦。安怎讲呢？因为咱伫咱的家己头壳内底，家己放一个讲中庸作难，安尼即咱已经做毋对代志。咱的心念已经毋对啦，毋过咱完全不离不共，咱会家己形成讲自然，即个叫对，是大家安尼讲。这就是修行哦，或者是讲，咱会感觉讲经典最难的一个原因，因为咱家己已经先放一个讲，啊，就是困难的啦，迄无可能啦，这是圣灵的功夫啦。其实这种的想法拢已经是毋对去啊。那以此类推哦，咱伫修办道的道场，当咱咧即个办事啊，要处理是要做工课的时阵吼，其实咱咧做，咱拢做自然去来做。咱的头壳内若无想讲这种难的，其实咱拢咧做。毋过有一种难伊无爱做，就是讲袂做，伊就甲你讲，迄种难的，迄个我懂。同款的道理哦，咱今仔日读圣经的经典吼，如果讲咱的听法就甲伊讲，讲这是困难的啦，啊，安尼真正伊就是足困难，因为哦，咱心所想的，伊往往会变成一种的事实，所以咱爱转正能量无，咱爱甲伊讲，这无困难。比如讲要做讲师嘛，是啥啊？你爱互家己吼有一个足愉悦的感觉，就是讲我徛伫讲内底，我是做轻松，然后吼这是做公平，就是讲转互做正面的能量，迄就是正能量。因为咱只是讲会晓偌济讲偌济安尼尔，这是一个分享啦吼。啊，所以讲来到即两种所讲的境界，伊就是上悬的啊。啊，互咱吼感觉讲，这真正足无好讲。啊，毋过互我拄则讲啊，咱袂当用这种负能量来催眠自己啊，咱应该要用正能量。啊，所以互我就来想讲，用不择手段，用手段，用方法来安怎分享互咱的心得。
这只是后学的心得而已啦吼。所以你时间有限啊，所以互我着进入这个分章，爱你有2章。那么吼，咱其实时间有90分的时间，咱10分钟是要来教圣人先结一个善缘，所以咱用着上诚心为全部的中央吼，伊上尾也是讲话，就是讲记性安尼。咱就是了解完咯，第一条就是诚心好守，所以咱即马用上善的心。来教圣人结即个善缘，所以好好来甲读伊即2章啊吼。安尼无定等下互我咧分享的时阵吼，咱可能会较会感应，我有一寡灵感一点安尼。